龙象，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。这大概就是命吧。你想打架？都说徐家次子心诚如镜，果然名不虚传。 阁下，想对我徒弟做什么呀？龙虎天师赵西团，你又是谁呀？一场误会，在下来龙虎山也是为了寻人，打扰天师，就此别过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老道士，咱们打他吗？ 三千红寺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晚辈也是奉命来寻人，还请天师通融。你刚才想动手，误会而已。给我徒弟认个错。在下一时糊涂，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了吗？ 这是我衣钵传人，你弯个腰就够了吗？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算。要不，我磕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名后辈，不足挂齿。 你走吧。多谢天师，多谢小王爷。能屈能伸呐，新一辈又要出人才喽。老道士别怕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打他。什么老道士，老道士，你得叫我师傅。老道士师傅。哎呦，行吧，行吧。 相公，相公，夫人，这刘先生已经被马拖走好一会儿了，带头的那个自称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 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刘立亭刘大人，这刘大人被谁拖在马后边？狮子，小心！你呀，又闯祸了。你好像瘦了。这
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凤年，凤年，凤年。上柱国好悠闲呐！哟，寒雕寺，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？前几日不在京，上柱国莫怪，这不，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。天下宦官之首，给我问安，当不起啊！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。怎么？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？怕是赢不了。这么些天，他一盘棋没输过。这难道还能救啊？他呀，赢了才往下下，要是快输了，他把棋子儿全糊了了。这棋品可有点无赖。哼，何止棋品呢？棋品如人品，啊！世子倒是得了上柱国的真传呐。我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？江南密报，上柱国请看。哎，既然是密报，我就不看了。事情不小，上柱国还是看看吧。我现在已经老了，啊，眼也花了，你说给我听听。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亭家中，随即将刘黎亭绑于马后，拖至阳城，把人活活拖死。此事一出，文坛震惊，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。既然人死了，那就把他法办了。跟我说这干什么？第二份密报，世子入阳城时与刺客伏击。上柱国不问问世子生死吗？他要是真的死了，你就带着禁军来找我来了。上柱国这话里藏的什么意思啊？说什么？这些当宦官的，这弯弯绕就是多，啊，做事说话黏黏糊糊的，一点都不敞亮，这见着就烦。你们斗嘴，别扯我头上啊！刚才不算我啊，是他打扰的。哎，又赖。经查，世子背后被刺客击中，血溅当场。跟你了，赶紧啊！幸好随行骑兵救援及时，世子洪福齐天，有惊无险。这会儿在卢府养伤。哎呀，哎呀！小心点，怎么样？伤口复原的还不错，只受了点皮外伤。要是
再偏一点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这小子，姐，你放心，祸害1000年，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你还说呢？知道有刺客，为何不小心防备？我这不是着急帮你出气吗？刘丽婷死了，他想害你，罪有应得。你知不知道他那发起想高官抓你？当街杀人，连王法都不管了。府衙不肯接状子，对外说是衙里官吏受了风寒，难道是怕了我世子身份？这是江南，怕你北凉世子做什么？要说啊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卢家啊早该把你赶出府去了，才不想为你接下这么大麻烦呢。那怎么就改主意了？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世子这一伤，可把卢家上上下下惊着了。本来刘黎婷一死，卢家就打算抽身事外，让世子自己去应对江南群情激愤。可偏偏这时候，刺客就伤了他。哎，还是怕北凉，啊？是啊，世子闹得再大，卢家都敢翻脸训斥，毕竟是有姻亲。可刺客这一闹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卢家就得小心护着世子，可不能让您觉着是他们下的杀手。哎，都是亲家，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的。亲家，卢道林是礼部尚书，人就在京城。上柱国来了这么多天，他来瞧过您一眼吗？大家都忙，没必要强求。这里就咱们3个，话就说得通透些。北凉和卢家是有姻亲，可卢家也不会把自个儿绑在北凉船上。要我说，世子到了阳城，卢家是要给个下马威，让圣上安心的。可刺客这一动手，反而要护着世子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好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，可不敢让你真出了什么事儿。要说咱爹这人徒的名声，那也不是白给的。衙门不接状子，也是卢家安排的。名门士族在江南，那不跟土皇帝一样？有好处，那也得有坏处吧？坏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和北凉就走得太近了，在京城那边，恐怕说不过去。二乔是我在路边救的丫头，她不是卢家人。卢家就没几个好人，要不是世子你受了伤，平日连卢炭都不给咱们屋里送。卢家对你这么苛刻？那是。好好换药，别胡说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。咱们说正事儿，爹现在在京城，正在替你保住世袭罔替呢。只是如果江南和北凉不起任何争执的话，皇上怎么肯把北凉王位留给你呢？上主国，陛下想看见什么，你该知道。陛下喜欢看什么，我哪知道？徐凤年在江南杀人，可说是凶悍暴虐。可陛下看着高兴，
他闹得越厉害，江南文人越恨他，陛下就越满意。你倒是肯说两句实话啊！可这一受伤，卢家小心翼翼地护着，局势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要么这样，让陛下下一道旨意。下什么旨意？下旨，让徐凤年杀他几个卢家人。哎，到时候那个卢家跟徐家一定闹翻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嘛。上柱国莫开玩笑，陛下怎可能有这种旨意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传令给凤年，让他杀自己的亲家。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，北凉就必须是孤镇，该怎么做？上柱国自己掂量。这棋没法下下去。重新来过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哎，凤年此行遇到福将洪家刺杀，上一代洪家人就是死在他的手里。你说这刺杀跟这个寒雕寺是不是有什么牵连啊？跟你下棋就已经头大了，你何必难为一个和尚？上主公，不过寒雕寺说的也没错，卢家和北凉不闹翻，你要的世袭罔替就守不住，你就没备个后手？下棋啊！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啊，这次啊，就看这小子运气了。要我说呢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伤稍微好一点了，在卢家找个由头大闹一场，做出个样子来，然后就什么都好说了。徐骁让我来江南，就是想让我和卢家闹翻，但是我没打算听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卢家。徐骁谋划良久，运筹帷幄，明棋暗棋，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到。但他唯独没想过你的处境。别瞎说。我跟卢家闹翻很容易，他们又不能杀我，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。但你怎么办？你要留在卢家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他们对我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除了卢七爷，就没一个好人。你去换盆热水进来。哦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也不要乱想。好歹呢，我也是卢家的媳妇儿啊，他们待我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你就安心办你的事儿，只要守住世袭罔替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北凉。一切要为了大局着想。为了大局就活该让你受委屈吗？这样的大局我宁愿不要。让我跟卢家闹翻可以，我就一个条件。姐，你跟我走。你傻小子。跟我去武帝城也可以，我找人送你回北凉也可以。再不成，我让人送你去武当。不去。姐，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聊。好好休息，姐不吵你。
小姐。嘘。少爷一来，府里好说话多了。这个月的月例银子，说是待会儿就送过来，比往常快了许多呢。你坐。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叫辆马车，别让府里发现。小姐要去哪儿？去祭拜亡灵。你要去刘家？嘘，小声一些。不能去啊，小姐！你这一去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你真和琉璃亭有私情的。没事，按我说的办。小姐，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。凤年不忍心做的事，只能我来做。去吧。哪儿叫的马车？车马行，没让府里发现。嗯。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刘家。我陪你去。不行，凤年这孩子聪明，见不着我会问。如果他问起，你就说我给他请大夫去了，别让他起疑心。小姐，不用担心。要不这样，回头你跟着凤年离开江南，省得留下来受欺负。我要跟小姐在一块儿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回去吧。江心郡琉璃亭府上。是。徐凤年受伤了，又没死。你听我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徐骁让咱们俩一路同行，怕是不怀好意。万一真要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得靠徐凤年了。靠他？未雨绸缪，受伤了看望一下也不费事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听闻世子遭遇刺客，万幸并无大碍，不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世子，怕是睡了。哎。不是受伤了吗？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二乔在吗？你们这个月的月例银子。我们是来找世子的，请问我家世子去了哪里？我又不是这个院里的，我怎会知道？那我们再去问问。见过宰府。徐骁什么反应？说了半天，没句准话。听说儿子遇刺，也没反应吗？面不改色。哼，什么人土？分明是人精。徐骁费这么多事，就为了世袭罔替，绝不会就此收手。要我看，徐家必定会和卢家闹翻，到时候陛下恐怕真会将世袭罔替保留不变。北凉不能再姓徐。刺伤
也落空了。李淳刚在徐凤年身边，那就是杀不掉了。办事的人已经去了龙虎山，龙虎山藏的那位，应该能和李淳刚抗衡。无底潭边钓鱼人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山下有个无底潭？啊，杀个小舅子还真不容易。龙虎山藏了高手，这种江湖事，宰府何必劳神？总之，请宰府放心，一定不会让徐凤年活着回北凉。你明知陛下不愿杀徐凤年，为何帮我？绥靖之策，后患无穷。是这道理。杀徐凤年，北凉必反。然而，当断则断，乱一时好过乱一世。有我在，定能平定风波。宰府真是国之干城，可要说你是一心为国，我也不会信。我不管你杀徐凤年求的是什么，但我先提个醒：若有伤国体，我不会放过。要杀徐凤年，就别拖太久。请宰府静待佳音。还真有钓鱼人。去试试。去江心郡不会这么快，为何停车？凤年，这也可以。我让宁安梅的凤子营守在卢府前后门，二乔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了。你伤还没有好，不该自己出门啊！我不出来，谁能劝你回去啊？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。等我伤好了，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，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蛮夷。姐，我闯祸的本事，你总该相信吧？当然相信。那你答应了，别再委屈自己。我整天追着你跑，我的伤可好不了。
行，我答应你，我让你担心。这就说定了。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伤好了，闹得个天翻地覆。怕哭。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天天喝药。你摸摸。身子虚，就算是夏天也是手脚冰凉，精神往往不济。得找个好大夫瞧瞧啊。没用的，都看过了，再好的大夫也说了，这气血有亏，治不好的。姐，你还是跟我回北凉吧。这事儿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必须留下。姐，好了好了，要不这样，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想一想，怎么跟江南文坛闹翻，让京城那边放心。这件事不能着急，要等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江南文坛常有聚会，找个机会闯进去大闹一场，既能惹得文人痛恨，又显得我无理傲慢，两全其美。那也不能老是坏自己名声啊。用姐的话说，那些草木鱼虫怎么看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你们懂我就够了。大小姐，魏爷爷，人又来了，在哪儿？门外悄悄守着，应该是等世子出现，要不赶他走。姐，我去看一眼。好。恶贼，拿命来！想杀我，我杀琉璃亭是他咎由自取，我不后悔。但是你恨我也是理所应当，我能理解。北凉权势欺天，你当街杀人，江南府衙居然没人敢接手这个案子。我不得已，一国法治要以贵贱分人，我很失望。呸！你的事儿，我已经送信去了京城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报应就会到的。宫里那位跟你同族的娘娘是吧？我刚得到消息，那位娘娘已经入了冷宫。你胡说！这种事儿怎么骗人？我消息比你快，不出几日，你也会听到传闻。怎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因为皇室不想为了你们跟北凉闹翻。这件事我同样感到遗憾。琉璃亭明明有招死之道，我还等着公堂对质，还我姐姐清白名声，没想到一条人命就这么给压下去了。黎阳所为，令人心寒。你尽管得意吧，终有一日你会恶贯满盈。不是得意，不是讽刺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杀琉璃亭，我也不认为是为恶。这一切都是他暗中策划，想借礼教手段害我姐姐性命。太胡言！我话已至此，不会再多说。以后别再来了。你不可能杀得了我。我死了就是变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他也是被琉璃亭所蒙骗，
不该因此丢掉性命。就怕从此以后，他一心想杀你。有仇恨，才有活下去的念想。七爷，琉璃亭的亡妻又来了。琉璃亭处心积虑败坏我卢家名声，死不足惜。那许凤年出去见他了，他要赶尽杀绝？那倒没有，说了几句话，那女子就走了。找人看着点，别让徐凤年把人家灭门了。是。还有，跟家里说一下，别再对徐之虎那么苛刻。他也是个苦命的人。七爷说的是。有话你就说呀。后院有人看见徐凤年带来了2个女子，他说其中一个女的好像是西楚人。前几天宁安梅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马车就在后门附近，没让卢家发现。要不去看看？七爷，前些日子我给徐之虎那边送月例银子，叫少奶奶。对，给少奶奶送月例银子，然后撞上了徐凤年带来的2位女子，2个人都面纱蒙着脸。这些日子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面熟。你觉得他是西楚人？是。你见过西楚人？是。大爷曾去西楚做客，我有幸随行一路服侍。说重点。西楚王室曾设宴款待，席上有西楚剑士献剑舞。徐凤年身边的那个女子，瞧长相和气质都跟那个西楚剑士极像。你凭长相就觉得他是西楚人？当时我在廊下观舞，混在下人里的还有一个楚国的小女孩，也一直在看着殿内。我记得清楚，那个小女孩就抱着一只小白猫。如今徐凤年身边的女子也抱着一只白猫，长相又极其相似，总觉得也太巧了些。不对呀，西楚是徐骁王的国，徐凤年身边怎么会有西楚剑士的后人？更何况，徐骁明明知道我们卢家与西楚不共戴天，他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带来江南？走，带我去看看那2个女子的住处。那2个女子明明就是住在这里的，行李都没了，去问一下。是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我们俩搬出去？世子的意思。他自己为什么不搬啊？我又不怕卢家。世子。那我怕卢家不成？卢家当年嫡子从军，死于西楚国战，所以他们对你是仇深似恨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怎么跟于有为一样啰里啰嗦？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徐骁没有做过多余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他做事用人看似随意，但往往严丝合缝，暗藏深意。自从吕钱塘战死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他为什么要让你和于有为随我东行？那你说是为什么？为了世袭罔替，徐骁希望我和卢家闹翻，但他知道我的性子，不会让大姐为难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：如果卢家的人认出了你，或者于有为，会发生什么？那卢家肯定要杀了我们报仇啊！之后我和卢家必定翻脸，他世袭罔替的谋划也就成了。
我就说吧，让咱们俩随行，绝对有阴谋。徐骁常说，为达目的不惜代价。这一行，你们二人恐怕就是代价。那为什么到今天才让我们离开？我也是这几日养伤才想到这步暗棋。不管真假，小心为上。我已经让凤子营帮你们找了住处，你们先藏藏。到时候一起离开江南，后面就一帆风顺了。七爷，问过了，人才搬走。若这两个人没问题，徐凤年何必让他们搬出卢府？这么看来，这事儿确实透着古怪。我看还是让他把人叫来认一认。谁也不许提这个事情。就这么算了。若真是楚人，那是血海深仇啊！不能明面冲突，人肯定是要认，但绝不能由我们卢家亲自出面。七爷，您的意思？有个局需要你帮手。你们卢家和北凉是一丘之貉，怎么，杀人还不够啊？如果说这个局是专门为徐凤年而设的呢？不可能，你们是儿女亲家。是，我们是儿女亲家。我对徐之虎也一直心存善意，但是他们如果触碰我卢家的底线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丈夫死了，我也有兄长身亡，很多事情，过去再多年，也不算是过去了。什么局？这天就不要出门了。真要找，总能找到。卢家人为什么要找你们？2个丫鬟而已。如果真是徐骁要把我交给卢家，搬哪儿都一样。世子会保你们的。那你呢？若徐骁下令，你听谁的？楚国余孽。不能确认，要找到他们，细细的问。那寻我做什么？在阳城还有你们卢家找不到的人。兴师动众，肯定能找到。要是闹大了，怎么收场啊？你们怕北凉？35万大军，谁不忌惮？不确定那2个丫鬟的身份，绝不能撕破脸。要我帮你们找人？不用。那要我做什么？办一场清谈辩难，邀遍江南学子，唯独要避开我卢家。地点？报国寺。时间嘛，就定在5日之后吧。你要去哪儿？继续东行。这一行还要去龙虎山看黄马儿，去圣音学宫看二姐。可你这还有伤啊。早就好了。再换个2次药，有个4、5日就可以动身了。姐要是舍不得，就跟我一起走。嫁出来了就回不去了。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，这不是咱说好的吗？那你等我。嗯。你千万要记得，在离开之前大闹江南。京城那边才会给你世袭罔替。放心，已经去城里打听这几日是否有文坛聚会。另外还有江宁那边，你可要小心，不能让卢家知道他的身份。不会让江宁再进卢家。西楚亡了，
不然江妮这公主身份倒也配得上你。这是说哪儿去了？你不说我都知道，在你心里啊，江妮跟其他丫头不一样。只是你的婚事，爹恐怕另有安排。江妮这儿，怕是没什么名分了。这事儿徐骁说了不算，我的人生我自己选。你呀，从小跟爹怄气。没办法，脾气不合。胡说，你们是父子。凤年，娘去世的事儿，不能怪爹。姐，咱不说这个。你是不是还没有从这件事走出来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看，我没事了。前辈，您把神符收起来了，不然呢，戴头上怕卢家认不出神符。原来前辈早有戒备，是徐凤年让你来提醒我的。是王爷有事儿，烦请前辈。徐骁，王爷答应前辈的事儿，正在办呢，还请前辈放心。徐骁在京城传话给你，这年头，谁还不养几只鸽子？徐凤年知道吗？看来是不知道啊。徐骁想做什么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这个。原来是魏先生，这几天也没怎么见着你。苦命人四处奔波，为世子打探消息，这不，正有事禀报呢。世子应该在大小姐的屋里。去吧。您刚才在和剑神前辈说话？突然问这个做什么？您说剑神前辈能指点我吗？指点？那可是李剑神，若能得他指点，受益无穷。那你得自己去问他。这我可不敢。江湖传闻，李剑神和神仙没什么区别。倒是魏先生和前辈挺熟。你可猜错了，我跟前辈不熟。刚才我们也不是聊天，我就是为前辈呢借了一样东西。借东西？什么？你不是有事儿要向世子禀报吗？我呢，得去街上转转。盒子里是什么？徐凤年是你刺伤的，可惜没死啊。
真想杀徐凤年，我们完全可以合作。不高兴？如果是为了赏金，我完全不要全都给你。哼，事成之后我加钱给你都行。我不信。那你要怎样？徐凤年是我的猎物，别人不许碰他。姑娘可真霸道。不如动手解决。等他离开阳城，你我各凭手段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盒子里是什么呢？你忍着点儿，苦归苦，每天都得喝。世子，进来。大小姐，怎么了？世子，这几日城中有个传闻，说有场清谈变难，江南名士都会出席。没请卢家？说。是琉璃亭遗孀办的，所有人都请了，独独漏了卢家。他说，卢家家风败坏，没有资格领袖江南文坛，还骂我了吧？在哪儿？报国寺。变难题目是什么？王霸之变。好题目。徐凤年真的会来吗？徐骁此时就在京城。什么？陛下始终没见他。这跟徐凤年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徐凤年为什么来江南？来见他那个不知廉耻的姐姐。他是来闯祸的。你放心，报国寺变难，徐凤年一定会出现。世子，明天出城。要走了？青鸟先护你们出去，城外报国寺会合。去烧香？去吵架。进去聊聊。怎么了？别让他们听见。没事，你们在院子里等一下。现在只有我们俩。你还记得我娘过世的那天吗？记得。一直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擦干净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你当时告诉我，我娘会住在我心里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。我试着照顾黄婉儿，照顾两个姐姐，替我娘保护她们，这样一家人就不会散。
可是最终我还是没做到。大姐嫁来了江南，二姐去了上阴学宫，黄满儿也被逼去了龙虎山。这一家人还是散了。只要你继任北凉王，就能把他们接回来。我怕来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姐天天喝药，我有点担心。私下里问了阳城的名医，结果呢？无药可医。小姐，世子都要走了，你的病不跟他说吗？说了也没用。阿乔，帮我把这身衣服换上。到底是什么病？说是气血亏虚。这也算常见，补益气血就好了。没法补。什么叫没法补？大姐的气血精力比常人消耗的更快，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不会停止，直到燃尽。这不是病，只是她的性命燃得比别人更快，所以投再多的药也补不回来，只会让这团火焰烧得更亮，熄得更快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身了。凤年要走，我希望他记得我最好的样子。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人力终有时而穷，有些事没办法，那就是没办法，别让他知道。我希望他意气风发地离开江南，好吗？嗯。其实再见到凤年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知道他愿意接手北凉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我只希望上天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能够亲眼看见凤年成为北凉之主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姐不想让我知道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要依我的性子，早就把他带回北凉了。但是大姐不行，她觉得她留在江南才能帮到我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欢喜。好，姐想要的，我由着她。再找名医，总有希望。只凭医术，怕是无力回天。还有别的可能？李献神成名数十载，未见老态。王仙芝号称天下第二，已近一甲子，依旧如同中年。他们或许有法子。那我去找老头，我跟他说。算了，是我想错了。人家是剑神，又不是医神。嗨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，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。